新竹王山的泰山杯有丰富的天然生态，还有一种特别的怪嘢，按到苏德士插怪。 白丝怪也是台湾插怪的一种，因为平常时黑大体山拿地度，当年枪都会翻车季节，那会总可以晒下到河巴度去高批打乱。睇泰山杯也做蔬菜，因为个翻车季节差不多睇当年的12月，同时可能睇某日都有一定多的白丝怪会去到河巴，嗰像会去参加社团婚礼样的。 不过，也群怪嘢呢，如果唔顾生命危险，前面古嘅高台路能去到河巴，故所几多路会本差暂时哦。新竹枫叶协会路车为职工，发起保护怪嘢行通，民安部去山档来指挥交通，听说怪嘢高台路，希望本人能顺势传推。 要帮的就是他。黄山乡泰山杯是水从前的2天，溜溜小小来嘅一群人，已经为临暗嘅夜，让还有人上山来呢。新人呢做嘅小童，像系准备好爱做乜嘅嘢样嘅。 告诉他说，这个季节有一种很特别的青蛙，说的是赤蛙，他们要过马路到溪里头繁殖，路上可能有很多青蛙，麻烦你减速，看到青蛙的时候让一下，不要压到它们，就这样子。负责挡车的。原来也等于系爱听说怪嘢过太路嘅，像看到一人拿出观察箱，明嘅准备爱出发咧。出发之前，2队喊等人声音呢，会好好保护怪嘢。 小朋友在网青蛙的时候要小心，你不要把青蛙压死了。对，你不要反而打到它，轻轻把它套住就好。套住，好，然后他们其实靠近它，它只会停下来。对。归路行工上，带职工到分配好嘅区域，因为每一区嘅环境有18无相同，2队个用心嘅提醒职工，爱生意有3个。小朋友，看到护栏千万不要趴下去看，为什么？ 新竹师对，护栏的那边可能会有蛇，好，所以不要趴在护栏上。那些职工拿论数天筒提路红顺，清白丝怪，安部头数天筒嘅光经验，对深夜初一起始，当日安部5点半到9点，就有职工排班到亚只嘅保护怪嘢。 Hello， 来有那个直接进去，该农有8件版本的白丝怪，是台湾插怪家族之一。当然9月10月是一等传统的季节，平常喺睇山下的怪嘢，如会跳到山落去高批打乱，像去参加一场社团婚礼样嘅。因为一等必须要冒险穿过太路，能做得到山落。 嗰度白丝怪因为安尼本茶被展示，枫叶协会职工发起听说怪嘅过台路嘅行通，希望做得救白丝怪。2年前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定点的青蛙调查的时候，有一次就在10月份的时候，发现马路上有很大量的青蛙尸体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才了解到说，原来这个地区有这个说的是赤蛙，为了要繁殖到溪流过马路而被车子压死的一个状况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去年就开始发起这个帮青蛙过马路，就等于是当青蛙的导护妈妈这样子，带着他们过马路。它好活泼在那里，它好活泼。套住。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抓，让它进去了。只有一个办法，用网子。 发现白丝怪，成年的男女命嘅强快团结扭空起来。这边有一只在跳。好来。等一下，那只这边。我得抓它的头，抓它不会咬人，抓紧了。另外一期也有白丝怪出现。 成年的切数8脚向下推变到塑胶落嘅地位，准备带去山落去变。
两只都跳走了。为什么要救青蛙？因为我们要帮它过马路，因为怕它被压死。就是我们可能要帮它把它放在比较浅的河里面，然后让它去产卵交配。因为下坡车速都很快，然后很多青蛙都被撞死。这1个月又是它们繁殖的季节，所以我们要帮它过马路。我们今天发现了32只，然后死了1只而已。跳，不行了，没关系，先不要动它，因为它有它夹头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拜，对，不要动它。不拜，拜。有吗？是的，是。要变啊！你那只先拿去放。那个该多久？公的还是母的？公的。目前保护怪野的子宫延期暗示，一旦对怪野失去有基本的认识，按样的分辨怪野的公马，一开始就讲到后难破白。公的哈，就是它比较小只，因为它不是母的，然后公的它的前手臂比较粗，比较壮，因为它看到母的青蛙要先抱它，不然会被人家抢走。也条子宫除了保护怪野到产卵顺利传开之外，还开启了天路高茶味感受的体验。就算怪注意看顾人，不过还是有冇注意到的。有怪野不肯本茶被珍惜，子宫甘苦又刺激。就觉得自己没有把它，就是很可惜，就是没有尽到责任。已经叫车子停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可是，在他车子一经过，还是压死了。对，那我们在那边走动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看到这只青蛙在那边。等他车子走了之后，才发现一只尸体。对，所以就觉得是蛮难过的啦。嗰度子宫如係規律行人強下來，太太細細強下舒服快嘢，不一定完成傳統嘅接應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有意义的，因为平常小朋友就是在课堂上比较少接触上这样子的活动啊，让借由实际的体验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其实这些动物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我们可以尽我们一份小小的心力去帮助他们繁殖下一代，让以后的小朋友都有青蛙可以看。那我们会看到很多小孩，比方说小男生，他可能平常都是莽莽撞撞、冲来冲去的，但是呢，到这边你叫他说不要动啊，因为怕会踩死青蛙，他就会乖乖的。然后他们对青蛙其实是非常细心、非常呵护的，跟平常的那个暴冲的形象都不一样。对，那所以其实就觉得这个其实对孩子们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啦。唔但像成人呢對大自然的生態有改善的體驗，在天然也建立下呢韓國了解好山好水，培育出安珍貴的生態。之前是地界係貴嘅，人啲街道嘅生活是先可能唔係習慣性啦，我想街道禮拜樣嘅活動，本人沙起啦，本人嚟到奉天奉向嘅村民。那地恩台山本就暗河的东西也动好了。我要去找我亲爱的娜娜，哇，她赶紧又往前奋力一跳，说在哪里？头上有绑头巾的，嘿，找到了，说跳到这里来了哦，哎，等等呢。也走來韓國島保護怪爺嘅子宮，今年逢亞協會新竹分會出版嘅《跳拔所得兒童故事繪本》，希望透過講故達到教育前途嘅目的。那我們要簽亮了。
我觉得以绘本的方式，其实更能感动小孩跟大人，而且在这个绘本的赏析或者是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更能去体验这个故事里面的感动，包括文啊、图啊，让孩子们去了解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，我们新竹在地的一个青蛙生态，然后他们的生命故事，然后他们所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怎么去努力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，说德是志蛙哈，它有很细的背侧折，好，就是这只就是说德是。凤雅协会先做分批，对保护怪爷爷志工也作为行通前的教育训练，本志工行过了解怪爷爷生态，认识泰山杯顺体的环境。到佢認識咧怪兒到杉樹，就係講係拉都市是似話嗱河樹啊。哦，冇橋那個怪兒，咁講杉樹基本上係喺路頂下會遷摸到出嚟，嚟做落好把東西，跟住做唔出嚟。香港田園就是講，你一得提醒，哦，你奶茶冇係怪兒最多，哦，因樣班咧都提少。香港要教基到係講要攞下些先行大麥嘅大渣、大樹田通，最好要做水效，哦，因為要怪嘅地方可能是要沙。泰山杯嘅白絲怪味道傳開，提起山立高片路況困難千多，其實有遇到路係因為工廠造成嘅。天時機係大體上看得到，了為下山堵嘅地方，哦，就樹那地為堵，哦，因為板子啊，現在其實跳下來向後把來出發嘛，哦，後把誒看到一大路，從你差唔多係啱到橋面，拍到最多嗰種係屍體嘅地方。哦，你這是看到當到屍體，又未看到很多屍體呢，因為因可能你種係護欄係了位，佢過了10個公車嘅大路以後，佢到了看佢跳唔上，哦，佢跳天嚟咧，過唔得，佢要跌轉來，哦，所以其他天呢個時間當倉，所以我都認為發現到很多怪體了會產生。因為之前唔知嗰條怪兒的那種生活的習性，佢唔知佢按辛苦跳過去，按國外護欄長咗咧都好把伊繁殖。那當然之後當然因為撈水保局喺度撈恆基都改善呢啲工程。就算有位怪爺做得3個茶位全過太路。韓國學院的全高90公分高的電小型護欄，不過通過2關過後，一定還有父母奶做起來嘅山立要面對。等等的父母奶部用5-6公尺長，怪爺要安全下到山立，難度行過高。從呢對面從按高位博看，其實佢跳起來，嗱慢慢減啦，佢跳下來咩跳到沙，係冇跳到水的，都是跳到沙谷檔。哦，電機係大輪大好，其實佢咪非常難上去，哦，可能也冇法度上去。咁個看到呢一個方向嚟講，係從呢一種係用石頭結，哦，咁看得到呢肯定要坐為生，哦，要其他生物做得大，從呢一種係方式對佢嚟講，實在是下好。保護怪爺發通嘅後背係文明同自然嘅衝突，因為山立本人開發，山立本人用父母奶做起來。會把白絲怪爺生存面臨生態嘅考驗，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，使得這個青蛙會面臨這樣的困境？其實這個是在台灣到處都在山區都工程有可能發生的狀況。那像在這個地方，最主要的2個原因，一個是溪流的整治，然後就是都變成水泥化的一個溪流。那另外一個就是可能山區道路旁邊有連續性的護欄，我們很希望借由這個機會，然後喚起。可能是政府單位的注意，那在以後山區的工程呢，能夠注意到這方面。怪爺係環境的指標，也條志工唔但淨係救怪爺，一定希望引起韓國島人關心生態，希望山區工廠設計做得對其他的物種韓國友善，冇本也掉失動物生存的權利無礙。